就是道。问：见山是山，道见山不是山，又道见山是山，这句禅偈也麻烦刘讲师解答。答：开始我们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是住相。像现在我们大家身边有钱都到国外旅游，这时候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这都是住相的时候。第二阶段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这已经在修，知道所有的万象万事都是缘聚则生，缘散就灭，所以山不固定是山，水也不固定是水，沧海桑田变化无常，所以这是第二阶段。第三阶段是修道功夫很好的阶段，功夫很好这的阶段，这时候万象皆都是性，万事都是理，所以这时候见山还是山，见水还是水。可是这第三阶段跟第一个阶段差别很大，第三阶段完全都已经进入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是真如，真如是佛性本体，只是名称不同，但是是相通的，所阐释的内容角度不同，它都是我们的佛性本体。所以当到第三个阶段，全部整个山河大地都是佛性本体，是不是已经看到什么是什么，可是都不住相了，好像吃饭没有能所了。问：针对关于弥勒祖师跟释迦牟尼佛在佛经里面讲的这一段。答：谢谢你，那首歌里面有提到，深信我们人生可以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，这就已经有吐露时间是一直绵延不绝，没有停止的时候，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。所有的现象都是我们在凡尘才有呈现这个现象。每一个人所看到的现象也都不会一样，每一个修持者所经历的也都不会一样，而写下来的有一些只是让我们去遵循，有一些是让我们警惕，有一些是要我们思索它内在的含义，所以都不用非常的计较它怎么样是真，怎么样是假，怎么样是对，怎么样是错，那都不必要，都是多余的。我们最重要就是了解，我们这一生这一世显现在凡尘，活佛老师要我们学会圆满生命里面的缘起缘灭，所以谢谢你，这首歌真的是非常好，也点出原来造化之中，我们都是一体，就是一真法界。在一真法界里面没有能所，全部都一真一切真，一如一切如，真如。所以凡尘的所有真执，善者不变，变者不善，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，所以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，都把比较重要点出来，让我们能够从这一些去学到一些处事的原则，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凡尘事。问：我们讲一会有10800年，一个圆会是129600年，可是我们以前读历史史的时候，有讲山顶洞人距离现在大概有60万年，现在科学家讲
放下卡曼